新闻要来关心咱的健康。较早讲到肌少症，伊就是呢较无歹镜头对联想到65岁的老大人。要么其实这款肌少症不再是老大人的专利啊。最近几年来，有真侪较无30岁的少年人都出现这款肌少症的现象，尤其是若黑白减肥的、无想要运动的少年人，更加是高危险群。这老大人，你若讲有肌少症，若较无歹，就较高呢有发生骨头长期的情形，以及3悬的风险。 面对这么侪层的楼梯要爬起来，你是不是会感觉真困扰咧？也是讲肝较大包细包，发现讲有够重的手拢无力，小心可能是得到肌少症。很多都是结石，那尤其蛋白质摄取不足，很多没有到30岁哦。我们有一些20、30岁的 OL 有没有？大概将近快有1成。 其实肌少症已经不是老人的专利，尤其是坐久佮无运动咧，人白资料出无够，这拢是高危险群。一般来讲，男性的腿围伫34公分以内，女性32公分以内，做徛起来躯落时阵伫30秒，有12组的人无法度完成，拢要注意。想要增加肌肉，都要靠食食甲运动。 那在运动后半小时内要吃，很多人就说那吃蛋白质来补充肌肉，那只是蛋白质也是不 OK 的，需要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取，因为碳水化合物会刺激胰岛素，胰岛素才会帮助我们肌肉的形成。 建议每礼拜至少要运动3届，每届咧至少是30分钟。运动了后，心跳的速率都要伫130次以上，安尼才算有效果。事实上，伫40岁了后，肌肉量也会快速流失去。利用少年也有本钱补充，就赶紧爱找回身上应该有的肌肉量。